大家好啊，歡迎收睇呢個7749啊，咁大家咧研究下六合彩攪珠啊。咁嚟到呢個66期啊，真係真係66期啊，66期嘅六合彩攪珠咧，就喺個6月8號啊，星期四啊，晚上9點半鐘嘅啊。而截止售票時間咧就係講緊晚上9點30分，因為頭獎咧就繼續冇人中啊，咁所以有超過2100萬嘅累積多寶咧，話呢一期嘅，咁呢期嘅頭獎基金咧會係2800萬嘅，祝大家好運。咁啊，嚟緊呢期咧就6月8號星期四啦，跟住就係10號星期六啊，咁大家留意啦嚇。入講上一期先啦，咁上一期咧又開好多紅波啦又開咁又開4個紅波啦跟住又開4個紅波，跟住咧2個藍波1個綠波，即係如果係紅波開得好多喎，即係如果都話如果咁多紅波咧，真係即係開咁多紅波。即係就算頭獎冇人中，安慰獎都好多人中㗎啦。呢個你唔使講，呢個咧就唔使講你都知㗎啦。咁但係咧6號咧就唔開啲，就除咗開咗個26之外，其他6就唔開啦咁啊，真係嚟到66期啦，真係66期嗰陣時有開其他6即係譬如6啊、16啊、36啊、46啊嗰啲咁。大家就空自變大家可以留意一下嘅嗱，其實我哋個節目咧有一個叫 Facebook 專頁噶嘛，即係除咗有啲觀眾咧，我記得好耐之前咧有啲觀眾問我，即係因為好耐之前又真係見到嗰啲睇我節目嘅觀眾噶嘛，咁我問佢有冇 like 我 Facebook 專頁咁啊，跟住佢話冇喎，佢話咧其實咧即係 YouTube 同埋 Facebook 係兩個平台嚟噶嘛，即係等於話我嗰個 Facebook 專頁得200幾個 like 噶嘛，但係我啲節目咧有成千㗎喎即係個點擊率成千㗎喎同埋咧有嗰個以前邊鬼有其他嗰啲節目㗎，即係其他嗰啲咧，即係我唔知咩形容，即係攞嚟將字篤下嗰啲咧，即係我唔知咩節目嚟㗎但係你諗下，即係咁，因為 Facebook 同 YouTube 兩個平台啊嘛，但係你又即係如果大家睇呢排 Facebook 最興講嘅話題咩？最興講嘅話題就係話唔知點解突然間好多鬼妹 at 啊嘛，即係話咧我個 account 好多喎，即係好奇怪喎。即係硬係咧嗰個，即係硬係啲名咧就唔係中文名嚟，即係全部都係啲英文名啦，即係點樣砌過一堆英文名出嚟，跟住就求其咧整啲鬼妹相就俾佢 at 佢啊嘛，好得意，日日頂有幾個喎好奇怪。即係反而咧，以前就咩？我就比較好人啲嘅，以前就來自北佢嘅。不過而家聽聞咧都話，其實可能係嗰啲病毒嚟噶嘛。但係好奇怪嘅喎，如果咁點解我節目個收視率咧？點解我嗰個應該咁多人都係咧爭住 like 我嗰個 at 我嗰個 account，點解唔 like 我 Facebook 專頁咧？但係 Facebook 專頁其實咧好得意嘅喎，Facebook 專頁咧本身係好少 like 噶嘛，跟住總之每一次咧經歷一啲嘢之後咧，佢就會上升嘅喎佢唔知上升過幾時喎。即係好奇怪，突然間好多10幾個 like 咁樣咧，你嗰時一係就冇人 like，一 like 咧就好多人 like 嘅，即係like 下咧，咪 like 到200幾個，本身可能咧100個咁樣，跟住 like 到200個，like 到200個，跟住200幾個咁樣係咪先？咁你啦就2800萬啦咁啊大家留意一下啦係咯，咁我碌落去已經有3000萬啩，唔使再靠嗰啲咩，即係所謂本月最佳 number 佢哋話，即係6月最佳 number 係咩？好悶喎！如果就係期期都係咁，係咪先？唔係應該話好耐冇見過咯，好耐都冇去到2800萬，好笪使嘅嘛！下次都係800萬千零萬有人中都好笪使我咁呢個時候咧就嚟到66期82單打時間啦，係因為繼續咧要斜一斜佢今期提供咧10、11、31、42、44、46重溫一次就係10、11、31、42、44、46嗱聲。同埋66期啦，跟住下一期67期啦，67期終於可以甩爛啦，因為6月6號嗰期又要講跟住66期又要講講完66期跟住下年66期先講啦，係嘛？下年66期先講，睇下下年66期近唔近6月6號先，應該就算唔係正日都一定係前嗰一日㗎啦。好啊，今日時間差唔多，咁我哋咧嚟緊下一期即係星期6嗰期嘅7749咧，同大家見面啦，拜拜。